靈影視藝人錄，曹達華先生銀壇鐵漢嘅傳奇人生第2篇。引言：延續一個影壇傳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網上廣播系列影視名人嘅故事。上集我哋同大家講咗香港影壇傳奇銀壇鐵漢曹達華先生嘅早年人生、影壇起步同經典角色，仲提到咗佢嘅華探長同梁寬形象，深深烙印喺影迷心入面。因為曹達華先生嘅資歷實在太豐富，一篇2500字真係寫唔晒，所以今集係第2篇，我哋會聚焦佢喺80至90年代嘅事業新高峰，佢嘅晚年生活，更多生活日事同朋友圈嘅趣事，仲會講下佢對香港影壇嘅深遠影響。準備好未？一齊繼續探索曹達華先生嘅傳奇人生啦！80至90年代，從武俠片到喜劇片嘅轉型。上集提到，曹達華先生喺50至60年代係粵語電影嘅黃金時期，彭黃飛鴻系列嘅梁寬同如來神掌嘅龍劍飛成為家喻戶曉嘅大俠形象。但到70年代，隨住國語片同邵氏電影崛起，粵語電影開始式微，唔少老牌影人選擇淡出或者轉型。不過，曹達華先生就係一個例外，佢唔單止無淡出，仲喺80至90年代再創事業新高峰，成功轉型做喜劇同現代電影嘅綠葉角色，俾觀眾全新嘅華叔印象。喺呢個時期，佢參演咗好多膾炙人口嘅現代電影，當中最出名嘅係最佳拍檔系列1982年起，同福星系列1983到1985。喺最佳拍檔入面，佢飾演一個資深警官，雖然戲份唔多，但每次出場都好搶鏡。佢同許冠傑、麥嘉嘅互動充滿喜感，特別係佢嗰種半嚴肅半搞笑嘅表情，簡直係點睛之筆。例如喺最佳拍檔大顯神通1983，佢同麥嘉有場對話，佢板住臉教訓麥嘉嘅白手套，但眼神同語氣又帶點幽默，俾觀眾忍唔住笑出聲。另一套經典係《夏日福星》1985，曹達華喺片中飾演一個老派嘅警隊高層，同洪金寶、成龍等福星有唔少搞笑對手戲。呢啲電影係80年代香港喜劇嘅代表作，集合動作、喜劇同星光熠熠嘅卡士。曹達華嘅出現好似一個懷舊彩蛋，俾老影迷回味粵語片時代嘅輝煌，同時又吸引咗新一代觀眾。除咗電影，曹達華仲喺80年代開始參與電視劇演出，例如喺無線電視 TVB 嘅劇集《新紮師兄》1984同《蓋世豪俠》1989入面客串演出。佢喺劇中多數飾演長輩或者權威角色，雖然唔係主角，但佢嘅演出總能俾人一種穩重又親切嘅感覺。呢啲角色雖然同佢早年嘅大俠形象唔同，但佢用自己嘅演技同魅力，成功將銀壇鐵漢嘅氣質融入新時代嘅角色入面。晚年生活，硬朗嘅90歲傳奇曹達華先生喺90年代後逐漸減少幕前演出，開始享受半退休嘅生活。佢同太太早年移民去咗英國倫敦，過住平靜嘅晚年生活。雖然遠離咗香港嘅鎂光燈，但佢嘅人生依然充滿活力同色彩。喺2006年，佢已經90歲高齡，但仲保持住硬朗嘅身體同樂觀嘅心態。據佢嘅朋友透露，曹達華好鍾意喺英國嘅花園種花，仲養咗幾隻狗，經常同太太一齊散步同照顧寵物，生活簡單但充實。不過，佢嘅硬朗唔代表無意外。有次喺2006年，曹達華喺香港旺角嘅天台屋餵狗時唔小心跌倒，仲要入院檢查。當時好多影迷同朋友都好擔心，點知佢檢查後無大礙，仲好快返英國同家人團聚。呢件事俾人見到佢嘅樂觀同堅強，真不愧係銀壇鐵漢。可惜喺2007年1月10號，
曹達華先生喺英國因為胃出血病逝，享年91歲。佢嘅離世令好多影迷同圈中人都好唏噓，因為佢唔單止係一個偉大嘅演員，仲係一個充滿人生智慧同幽默感嘅長輩。喺佢逝世後，好多影壇朋友，例如于素秋同石堅嘅後人，都喺訪問中提到同曹達華合作嘅點滴，話佢係一個真性情、好有義氣嘅人。生活日事同趣事、賭場、美食同朋友情。講到曹達華先生嘅生活日事，唔少人都知道佢係一個好賭嘅人。佢同朋友聚會時，經常會去馬場或者賭場試試手氣。據講，佢曾經因為賭博輸咗唔少錢，甚至連自己創辦嘅華達片場都輸俾人。不過，佢嘅性格好豪爽，輸咗錢都無怨言，仲會同朋友笑住講，下次再贏返。呢種樂觀嘅態度真係好有感染力。除咗賭博，曹達華仲好鍾意食美食。佢同影壇朋友例如關德興、石堅經常一齊去茶樓飲茶，點一盅兩件，邊食邊傾影壇八卦。有一次，佢喺片場拍完夜戲，仲專登同于素秋同埋其他演員去食宵夜，點咗滿枱嘅燒鵝、叉燒同海鮮，仲話拍戲辛苦，食好啲係應該嘅。呢啲小故事俾人感覺到佢私底下好隨和，係一個真性情嘅人。仲有一個趣事係關於佢嘅華探長造型。2001年，曹達華接受明州訪問時，特登喺旺角著返件乾濕褸，戴上尖帽，重現華探長嘅經典形象。佢對呢組傷好滿意，仲要求雜誌社幫佢沖晒留念，話要送俾親戚朋友。呢個小舉動可見佢對自己嘅銀幕形象有幾自豪，仲俾影迷留低咗一個珍貴嘅回憶。朋友圈嘅溫暖故事，曹達華同影壇朋友嘅關係真是一個大亮點。佢同于素秋喺如來神掌系列嘅合作，唔單止係銀幕上嘅最佳拍檔，私底下亦都係好朋友。據講，佢哋拍感情戲時，會一齊喺片場討論點樣演得更自然，有時仲會互相開玩笑，話對方太入戲。有次于素秋喺片場唔小心誤咗好多次，曹達華唔單止無不耐煩，仲好有耐性地同導演一齊幫佢調整。呢份友情真係好感人。佢同石堅嘅關係亦都好值得一提。雖然喺電影入面，佢哋經常係正邪對決，但私底下係好兄弟。據講，石堅好鍾意同曹達華一齊去馬場，兩人會一邊研究馬經，一邊分享拍戲嘅趣事。有次石堅喺片場同曹達華講：你做華探長真係做到出晒名，我做奸角都俾你搶晒風頭。曹達華就笑住回：你嘅奸角先係精髓，無你我點做英雄？呢種互相欣賞嘅友情，真係影壇嘅佳話。對香港影壇嘅影響，曹達華先生唔單止係一個出色嘅演員，佢仲對香港電影業有好大貢獻。喺40至50年代，佢創辦嘅有橋影片公司同文華影片公司，幫唔少年輕導演同演員提供機會，推動咗粵語電影嘅發展。佢喺黃飛鴻系列同如來神掌系列嘅成功，仲奠定咗香港武俠片嘅基礎，影響咗後來嘅武俠片導演，例如張徹同胡金銓。佢嘅華探長形象，亦都啟發咗後來嘅香港警匪片同偵探片。喺80年代嘅英雄本色同警察故事入面，嗰種硬朗嘅警探角色，多少都有曹達華嘅影子。甚至到今日，唔少導演同演員提到曹達華，都會話佢係一個時代嘅象徵，代表咗香港電影嘅黃金歲月。結語：永遠嘅銀壇鐵漢曹達華先生嘅人生，就好似一部精彩嘅電影，充滿高低起伏同傳奇色彩。從早年嘅武俠片大俠，到80年代嘅喜劇綠葉，再到晚年嘅平靜生活，佢用自己嘅才華同魅力，喺香港影壇留低咗一個不可磨滅嘅印記。
佢嘅梁寬、龍劍飛同華探長，唔單止係角色，仲係一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今集我哋講咗曹達華先生喺80至90年代嘅事業轉型、晚年生活同更多生活軼事，仲提到咗佢同朋友嘅溫暖故事同對影壇嘅影響。如果大家鍾意呢集內容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頻道。好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